阮火尾糖厂差不多12月中旬，到3月底，糖厂伫咧开工中伊一寡糖味会散去外口出去，所以这个空气中就有种芳味。附近的居民就透早就会使听到咱火车音浪叫头一个8点就起来叫起来安尼啦。 火尾糖厂伫1907年就开始设厂生产，已经有112年的历史啊，算一个足老的厂啊，但是同款搁咧运作做糖，做出来的糖嘛是同款，遐尼香遐尼甜啦。咱火尾糖厂的农场大部拢分布伫迄个。 火尾、土库、高中、润培这几个所在，因为甘蔗行内底载甘蔗出迄个正程车专门过咱的火车的车厢。即摆咱台湾拄啊剩咱火尾糖厂遮有用部分啊车咧载甘蔗入来糖厂。即摆台糖公司剩2个糖厂，火尾糖厂就是唯一有用部分啊车来载甘蔗的迄个糖厂。 平均起来一工超5、6班的火车出去农场载甘蔗糖安尼，每一班车拢伫40、50台左右。咱即摆这所在就是压榨机，甲甘蔗迄个纤维化了，咱甲要入摆压榨机来压榨，迄就是蔗泡啊，咱去火鼎，做迄个火鼎的燃料。咱甘蔗采收入来糖厂，经过阮压榨机压榨了的蔗汁就摕来做糖嘛，这个泡啊，蔗泡啊。 就来火鼎燃料啦，所以这入来的甘蔗等于完全拢利用到。即摆这看伫咧就是蒸发管，蒸发管的部分，伊的主要就是要浓缩水分提调，处理了就变糖浆啊。每点钟阮拢会做采样，看伊这点钟内底伊的吹度呢有达到阮的标准值内底无？阮就会用这个吹度计，蔗糖吹度计来甲伊量看，伊即马目前几度？拄啊量起来呢，拄啊超过60以上，大概伫即个65，我就甲写直接甲写65安尼。这就是咱砂糖的起精入种第一罐，剩余成品糖要刚开始它就是这么细，我们会用放大镜检查看里面有没有伪晶。伊个是日本时代建厂甲进，已经116年的。 所以基础抑个足在，我伫糖厂已经服务40几冬啊，当然希望阮糖厂会使继续运作，继续在经营。咱祈求糖厂妈保庇阮安尼开工会使顺利，人员会要平安。对阮的员工对这地方拢有帮助。希望这糖厂是永续的啦。